歡迎嚟到呢個充滿力量嘅一日。呢一刻，宇宙蘊藏無限可能性嘅量子場域就喺你面前。未來呢10幾分鐘，你啟動出嚟嘅能量頻率會決定今日你有點嘅經歷。你可以選擇提升自己成個身心嘅能量頻率，令到自己同宇宙嘅能量場同頻共振。你充滿咗創造力，可以成為奇蹟嘅締造者。首先，俾自己好慢、好深咁吸一啖氣，然後慢慢呼氣，俾自己放鬆，完全嘅放鬆，放低頭腦嘅判斷，容許自己打開心扉，迎接充滿無限可能性嘅新嘅一日。感恩宇宙將新嘅一日送俾你，你有一個新嘅機會去創造、去成長、去蛻變。此時此刻，你可以選擇轉化成為最佳版本嘅自己。過去嘅已經過去，未來嘅係未知之數。而喺呢一個神聖嘅當下一刻，你擁有改寫命運嘅力量，俾自己好好把握，盡情創造。而家輕輕合上雙眼，將雙手擺喺心口，感受你心跳嘅節奏，感受你當下生命嘅存在。呢一個係宇宙俾你最重要、最美好嘅禮物。慢慢用鼻吸一啖氣，為身體注入純淨嘅能量。慢慢呼氣，釋放所有嘅不安、緊張、焦慮、憤怒、抗拒、無奈。再嚟一次，深深嘅吸氣，將感恩嘅能量注入你嘅身體，每一個器官，每一個細胞。慢慢呼氣，呼出一切唔再適合你嘅嘢，繼續俾自己放鬆，保持呢個又慢又深長嘅呼吸節奏。呢一刻，你嘅心同埋你大腦嘅能量頻率越嚟越接近。呢個慢慢呼吸、慢慢放鬆嘅過程，係你激活緊心腦共振嘅狀態。根據科學嘅驗證，心腦共振嘅狀態會令你嘅身體、思想、情緒同宇宙無窮嘅能量場和諧共振。你會更容易活現吸引力法則，心想事成。而家想象一柱金色嘅光由你嘅心口散發出去，呢一柱金光代表你嘅生命能量，
亦都係你嘅神聖力量。隨住你每次吸氣，呢一柱金光越嚟越大，佢將你包圍，將你嘅狀態提升，令你整個身體所有嘅器官細胞越嚟越健康。你感覺到自己越嚟越有力量，你嘅頻率越嚟越高。而家想象完美嘅一天喺你面前展開，你見到一幅圖畫，哇！入面嘅你充滿喜悅、安穩，由心而發，而且你目標好清晰，好有動力，頭腦好靈敏。你見到自己今日嘅每一刻都係充滿自信、從容、有效率。你同其他人相處都輕鬆容易，每個任務可以順利完成，每一刻都滲透住成功豐盛嘅能量。有一股無形嘅力量將所有美好嘅事物送到你面前，你發現好容易吸引機會、財富、喜悅。係啊，當你散發住強大又積極嘅能量，就會吸引美好嘅事情同你共振。你嘅能量好似磁石咁強大，宇宙都感應到啊！所有美好嘅事物正在被你吸引過嚟。繼續留喺呢個圖畫入面，感受能量高超嘅自己，一切嘅美好都被你吸引，都變成咗事實。而家你會進一步確認呢一個美好嘅自己，讓自己帶着感恩、信任嘅能量，帶住微笑，全然嘅相信，全然嘅擁抱以下每一句肯定語。當你相信呢啲肯定語嘅力量，就會成為你潛意識嘅內置程式。你身體嘅每個細胞、每個器官就會進入高頻嘅狀態，同宇宙無窮豐盛嘅創造力同頻共振。你會完全融入宇宙呢一個巨大嘅量子場域，吸引最美好嘅人事物發生。吸氣，俾自己放鬆，繼續放鬆，再放鬆。跟住俾自己講出以下嘅肯定語：我係吸引無限財富豐盛嘅磁石。每一日我都遇到更多創造財富豐盛嘅機會。我無條件愛自己，接受自己，欣賞自己。我散發住自信、自重、勇敢開拓嘅力量。我尊重自己嘅人生之旅。我信任自己嘅路係獨一無二嘅。我值得擁有宇宙俾我所有嘅愛、喜悅同成功。我相信自己潛能無限。
我吸引正面積極嘅人嚟到我身邊。我充滿創造力，可以用我嘅思想、念頭創造理想現實。對我嚟講，成功係輕鬆又自然嘅事。所有挑戰都係促使我成長嘅機會。我每一日都活出自己最大嘅潛能。我每一刻都選擇喜悅、感恩、平安。我散發正能量，令身邊每個人都受惠。感恩係我解鎖豐盛嘅鎖匙。感恩生活帶俾我簡單嘅喜悅。幸福係我最自然嘅狀態。我每日起身都充滿感恩，目標清晰。我專注於生命中美好嘅積極嘅事物。我願意接收由四面八方送過嚟嘅豐盛富足。我信任自己有能力作出最好嘅決定。我散發住愛自己、信自己、與人為善嘅能量。我欣賞自己嘅獨特之處。我尊重自己要行嘅人生旅程。我無條件愛自己，亦因此吸引到更多嘅愛。我嘅自信與日俱增。我潛意識嘅內置程式就係吸引成功豐盛。我捉緊每個機會，成為最佳版本嘅自己。我勇敢踏出嘅每一步，都令我更加接近自己嘅夢想。喜悅係我與生俱來嘅權利，我完全活現。我打開心扉，體驗深刻而持久嘅喜悅。我裏裏外外都被愛、光明、正能量包圍。神聖嘅力量引導我邁向成功圓滿嘅人生。我對呢個美好嘅一日無限感恩。做得非常之好，呢一啲肯定語唔係簡單嘅句子，而係融入咗巨大能量嘅信念。會支持你更快成為最佳版本嘅自己，將呢一股了不起嘅力量融入今日嘅每一個當下。而家深深咁吸一啖氣，宇宙已經感應到
你呢個高頻能量嘅狀態，你就係成功嘅頻率，你就係豐盛嘅震動。所有機會、好人、好事、豐盛、喜悅、成功，已經係你嘅一部分。你會做自己生命嘅主人，喺今日創造無限美好。